29岁桌球好手江宏杰2016年娶了日本桌球名将福原爱，婚后育有一女，上个月又开心宣布妻子已怀第二胎。即将2度当爸的江宏杰，近日在曝光自己的隐藏身份，原来他目前还是屏东大学的研究生。近日参加口试的他也透露自己紧张到不行。江宏杰昨天29日在脸书上贴出自己参加口试的多张照片，并表示我是一位好丈夫，也是一位好爸爸，也是一位员，但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也是一位研究生。原来江宏杰的隐藏身份就是屏东大学的研究生。他晒出自己穿着西装在台上口试的模样，帅度爆表。有趣的是，江宏杰上台报告的 PPT 中还贴出老婆比赛时的照片，让粉丝大赞真的是好丈夫，不忘贴上老婆比赛照片。报告有闪光，祝顺利毕业，有上进心。